今仔日咱先赶紧来关心天气。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降温的影响，今仔日平地上低温伫咧新竹的关西，干那3.9度。暗内阁有另外一波冷气团会到位，料到以北可能无甲10度。嘛提醒民众，虽然天气是真寒，不过窗仔门唔通关甲目睭睭，因为伫咧高雄有一口罩死的人一氧化碳中毒，实在是无性命的危险。 透早合欢山公路武岭路段就出现塞车，交通大拍夹，因为拄着礼拜拜日，未少民众塞车上山，想要看落雪美景。我们从桃园出发，然后是7点半，然后我们还去台中吃了面，然后才过来。会不会冷？超冷！不会冷。 气象署表示，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影响，拜六各地透早真冷。早起10点半，针对北北基顶北关市发布低温特报。拜六平地上低温出现伫新竹关西只有3.9度，苗栗就叫5.2度，全台低温排名前100名拢伫10度以下。台北市干道甲台湾大学测站低温也拢比10度低。气象署预告，拜六暗到后礼拜一透早有望有可能出现10度以下低温。那明天的清晨的话，在 苗栗以北跟宜兰还有金门局部地区，还是有机会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天气冷，千万唔通将门窗关密密。高雄传出有一家死的人集体一氧化碳中毒送医，好佳在无生命危险。初步调查，亲像伫室内装洗发型热水器通风不良，一氧化碳无法度排出，才发现意外。男性约28岁，第2名女性约27岁，第3名男性约5岁。 第4名男性约5岁，皆意识清楚，头晕，由救护人员处置后送医。气象署表示，拜六暗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，天气转为偏冷，然后水汽配合，后礼拜一暗到后礼拜二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烂山落雪机会。另外，菲律宾东方海面后礼拜六可能有热带扰动形成，也要继续观察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